何為幸福？對每一個人嚟講意義都唔同，但係對我嚟講，有你哋就係幸福。曾經媽媽響生我嘅時候同我講，佢喊，個護士問佢，生女啫，唔需要喊啊，做咩咁難過？其實佢講唔係啊，你睇個 BB 又黑，嘴又大，眼又細，瘦瘦咁樣，以後佢點樣嫁人啊？所以媽媽喊得好難過。但係嗰時候有一個朋友，佢都生咗個仔，佢要同媽媽講，不如我哋調換啦，你咁想要個仔，我又想要個女，我哋嘅丈夫又未睇到，不如我哋換咗，冇人知噶嘛。但係最後媽媽都冇換，因為佢覺得我會好錫佢嘅仔，但係我唔知道我嘅女佢會唔會錫，所以佢冇換到我。我問過媽媽，媽媽，如果你真係換咗我，你會後悔冇啊？佢話會啊，我會好後悔啊，因為我就冇咗一個孝順又乖嘅女啦。呢句話我常記喺心中，呢個都係覺得好幸福嘅一件事。有爸爸媽媽響我人生觀影響好大，佢哋令我覺得好幸福，因為無論發生咩事，都有佢哋嘅支持，有佢哋嘅守護。我好多謝佢哋，因為佢哋有而家嘅我。佢哋係一個身教，俾我喺我哋身上學習到夫妻間點樣嘅守護、愛戴同埋尊重。爸爸有一句話影響得我最深嘅就係，佢成日都同我講，做人要無為而為。我好奇問老豆，爸爸，咩叫做無為而為呢？佢講，當我哋見到一個人需要幫忙嘅時候，而我哋有能力幫佢，要記得你係唔會要求對方記得你回報你，而你係好真誠咁幫佢，希望佢渡過呢個難關。呢個係我要多謝我爸爸媽媽，佢身教為我哋帶嚟一個我哋好好嘅學習嘅榜樣，而成就咗目前嘅我哋。我要多謝佢哋。堅持嘅力量響爸爸嘅身上可以睇到，佢帶嚟好大嘅一個好積極向上嘅一個力量，係我一直都好想學習嘅，努力學習緊。咁呢份響爸爸嘅身上嘅堅持係啲咩呢？由我中學嘅時期到而家，爸爸鍾意種嘢，堅持咗幾十年。因為呢份堅持，亦都因為有咗幸福農場。因為呢個堅持，我睇到爸爸對種植嘅熱情。2019年 MCO 打亂咗我哋幸福農場嘅計劃。當時大家都好迷茫，好恐慌，究竟咁嘅情形會到幾時？但係我哋都依然相信，只要目標仲係向前行緊，總有成功嘅一日。好感恩，好多謝疫情過後，幸福農場可以慢慢咁建立起身。可能你哋聽到農場，你哋嘅概念可能係好大，幾十吉地、幾百吉地嘅農場，但係喺我心目中，農場幸福農場雖然好細，但係只係一幅小小嘅地，一幅細細嘅菜園，但係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農場，因為佢完成咗爸爸嘅夢想，佢成為一個我哋屋企人聚集凝聚愛嘅一個小天地，所以佢嘅意義對我嚟講就係幸福嘅一個地方，所以我會為佢
命名幸福農場。每一年爸爸都好希望可以有一個大團圓，因為呢份堅持嘅信念，所以我哋每一年都會舉辦一個大團圓，邀請啲親戚過嚟同大家一齊聚一聚。雖然只係每年一次，但係呢份團圓對大家嚟講都好重視，都好有意義。我都好多謝每一年可以抽出寶貴時間嚟出席呢個大團圓嘅所有嘅親戚朋友，佢哋帶俾爸爸嘅歡樂，帶俾媽媽嘅喜悅，好多謝你哋。我亦都要好多謝屋企所有嘅人，因為呢個大團圓，大家都會好努力付出，分工合作，大家可以去籌備、安排，然後佈置、預備材料、編排，希望成個大團圓可以好圓滿、好順利咁進行。爸爸媽媽可以好開心，大家都可以好喜悅咁度過一個非常美好嘅一日。希望每一年我哋都可以喺幸福農場舉辦呢個大團圓大聚會，每一年大家都可以嚟到過一個歡樂、愉快、幸福嘅新的一年。